还真是，咱俩从来没有在一块儿睡过哈。上学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宿舍的，后来拍戏的时候也不是一个房间。对啊，确实啊，没有啊。但是我见过你最本初的样子。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聊了。你也见过我，拜拜。最本初的样子。我并不想看见，也不想回忆。好恶心，这个话题说。那个时候不是就知道拿着那个水卡，然后整个楼道的人都在那一个水房里面洗澡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许明到现在都还记得我那时候黑暗料理，他住在我对面，就我们俩住对床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超级爱吃那个老干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就是我只有一个苹果，然后我想吃到不行，你不会，我就把苹果切片蘸老干妈吃，真的，他惊呆了。我刚吃2口，然后我就跑厕所了，就马上闹肚子。这够黑暗的。对呀。哎，就是我们全部的人第一次碰面大集合的时候，最让你惊艳的是谁？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你说的这个问题，但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李帅排练，我特别迷恋食堂的有一道菜，吓死我了！你这个大闪，吓死你干嘛？不是，你看，你说的这些问题我真的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记得以前我跟李帅排练，我特别迷恋。我没有迷恋李帅好吗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食堂里有一道叫青椒肉丝盖饭，还到下午4点多，我说我不行，我说饿了，我要去吃。李帅说：“哎呀，快吃饭了，咱再排一会儿，一会儿去嘛，一会儿一块儿去吃嘛。”我说真的不行，我现在说要吃，我马上就要去吃，我1分钟都等不了。李帅都崩溃了，说至于吗？说才4点多，我就超级迷恋那道饭。哎呦，那个好吃。但是李帅挺不容易的啊，就你这样他愿意跟你搭，但是李帅人挺好的呀，对吧？不需要你给他发，能跟我搭的人不需要你给他发好人感。